都好多年，幾多年？唔問得㗎，8年，好肯定咁講8年。第一次約佢出去係睇戲，係啦，記得睇戲。就因為套戲好緊張嘅關係啦，其實佢睇戲嘅時候好緊張，咁當然我就乘機喺呢個時候就嘗試去拖住佢咁樣，成唔成功唔好問啊。其實你問我中意佢啲咩？中意佢夠白痴咯。咁我個求婚場面，我自己覺得都幾感動嘅一件事，因為其實入邊有懸疑嘅成分啦，有驚嚇啦，有浪漫啦，激情啦，仲有爆破場面係有爆破。其實我覺得好完美嘅個對於我同佢一齊咁耐以嚟啦，都真係好中意佢。